后来继续来看高雄市有一个高中的女学生去互霸凌，这个女学生是伫凤山区的妇幼馆去互馆内的男女甲扇喙皮、甲淋这个饮料。警方透暝来追查，带回着涉案的9个学生，分别是16岁到19岁青少年。讲被害的这个女学生甲拍人的这个青少年有金钱的纠纷。 因为拍人的甲互拍的，拢也是在学的学生，教育局已经介入处理，要来做辅导甲处罚。一个查甫直接行去头前大力扇一个喙皮，后壁阁有一位查某囡仔摕饮料对伊的头直接淋落，遮尔含的霸凌场面，就伫高雄凤山，女学生的面阁肿阁痛。 这个56秒的影片伫网络顶现光了后，警方随来调查，抓到一位黄姓的查甫和一位萧姓的女高中生。殴打这个少女以及这个侮辱少女以及在场注视的9位，那我们都已经全部跟他带头到案说明。那全案会依照伤害以及这个侮辱。 恐吓等罪嫌来移送这个法院来侦办。这件代志发生伫今年1月份，受霸凌的女学生到萧姓女学生因兜过暝，双方因为少穿衫的问题引起连续公审和霸凌。不过落单的女学生受到众人的攻击。 教育局呼吁学生若是拄到安尼状况，第一时间要安怎面对？惊慌之余，还是要寻求适当的一个防护措施哈，尽量避免这个造成身体的一个危害。事情缓和之后，或是离开现场之后，务必马上跟学校校方来做反应。 校园霸凌或者是动手攻击，拢是违法的行为。教育局和学校除了赶紧了解事实，那对受害学生启动必要的协助和后续的辅导。伫加害者的部分，因为拢要是在校的学生会来处罚，而且会加强辅导骗财行为。